提到桂林，好多人都會諗起漓江遊船、象鼻山。但對於我哋旅遊人嚟講，桂林絕對唔止係咁簡單。如果你想避開遊客潮，想真正觸摸到桂林嘅山水靈魂，今日介紹呢個6天全景深度遊，絕對會帶俾你前所未有嘅衝擊。呢次唔係普通嘅觀光，而係一場深入廣西秘境嘅探索旅程。第一站，我哋帶你走入灌陽嘅千家洞。呢度係瑤族嘅發祥地，人煙稀少，只有最純粹嘅大自然。坐上竹排，兩岸青山如畫，微風吹過水面，嗰種寧靜係城市搵唔到嘅。我哋仲安排咗深入盤王古寨，體驗當地最原始嘅風土人情。接住我哋會前往廣西第一高峰貓衣山，呢度海拔成2000米。當你行到漓江源大峽谷，望住清澈見底嘅泉水從石縫中湧出，你會感嘆大自然嘅造化。但最震撼嘅，一定係貓衣山嘅雲海同夕陽。當金黃色嘅光芒穿透層層雲霧，嗰種壯麗會令你覺得自己好似置身喺仙境一樣。企喺山頂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開闊，呢份感動絕對值得你親身嚟感受一次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去到世界自然遺產狼山。呢度嘅丹霞地貌係大自然鬼斧神工嘅傑作。你會行驚天一項，體驗喺狹窄石壁間穿梭嘅壓迫感，亦會喺八角寨俯瞰整片紅色砂岩，喺陽光照射下，紅得好似燃燒緊一樣。駱駝峰同辣椒峰嘅奇岩怪石，每一處都係絕佳嘅攝影角度。對於中意戶外活動同攝影嘅你嚟講，呢度絕對係夢寐以求嘅打卡勝地。離開山水，我哋去感受人文溫度。三江嘅晴陽八寨係同族文化嘅瑰寶，一定要睇下嗰座壯觀嘅風雨橋，成座橋唔用一釘一鉚，完全靠木樑堆砌，跨越百多年風雨依然屹立。最後，當然唔少得龍脊梯田，唔理係金黃色嘅秋季，定係春季灌水時嘅鏡面效果，呢度嘅線條永遠都咁震撼。我哋揀選咗最好嘅季節，帶你深入黃樂寨，睇下長發村嘅風情。行喺梯田小徑，聽住耳邊傳嚟嘅山風，你會發現，原來世界上最宏偉嘅藝術品，就係農民們一鋤一鍬雕琢出嚟嘅大地畫卷。呢6天行程，唔單止有奢華住宿同特色風味餐，更重要嘅係，我哋將呢份對大自然嘅熱愛融入每一站，俾大家可以真正放鬆落嚟，嘆住咁去體驗桂林嘅另一面。如果你對呢個深度行程有興趣，睇下下方資訊欄，直接搵我哋查詢，期待同你一齊去探索桂林嘅美。